1992年5月15，桃园平镇的健康幼稚园发生火烧车的意外。的老师、小朋友和学生家长分别乘坐5辆游览车前往六福村郊游，其中第5辆由杨清友所驾驶的游览车，在行经平镇市中心路时，驾驶座位后方突然起火燃烧。因为火伤猛，造成门阁封条咧，最后造成23人死亡，9个人轻重伤。幼稚园的老师林静官本来已经逃离开游览车，却是因为要救囡仔，一摆过一摆冲入游览车内，最后不幸罹难。政府为了感念伊写起救人的义行，嘛破例和林静官的牌位入驻台北中烈士。2000年5月15，台湾银行发生行员盗卖11公债弊案，由台北市松山分行保管的公债，伫查核时发现讲检一地，内面有重大交通建设的公债279张，价值超过10亿。也毋过负责保管公债行员陈守鹏，伫案发了后走去中国找无人。